Hello，我係華俊，佢係雞翼。咁我攞次移居香港做 YouTube 呢，轉眼間都已經2年半啦。咁都好多謝大家一直以嚟嘅支持嘅，咁啊令到我呢個頻道增長得咁快啦。咁但係呢，始終我都係拎住半年嘅生活費嚟香港，開始呢，都有一啲觀眾想知呢，我而家究竟呢仲剩翻幾多錢嘅？咁啊，究竟收支平衡未啦？會唔會想諗住返澳門啦？咁今集呢都好想同大家有一個交代嘅。咁啊，究竟大家支持嘅呢個頻道將來嘅計劃同埋發展呢會係點嘅？咁不如喺我公佈我嘅財政狀況之前呢，我就會同大家講一講我計劃嚟緊會拍啲乜嘢嘅系列啦。我拍嘅系列呢嚟緊都會有3個方向嘅。第一個方向呢就係旅行片啦，但係呢個方向呢就唔係話太多人睇，因為如果我拍旅行片嘅話呢，就已經違背咗我當初嚟香港呢想做百萬 YouTuber。咁如果我真係一心想做百萬 YouTuber 嘅話呢，基本上呢大家就唔會見到有流量嘅。我相信呢大家都明白我喺度講緊啲乜嘢㗎啦，係得我自己唔明嘅啫。第二個方向呢就係抽卡系列啦。咁呢個抽卡系列呢，其實我一直呢都係諗住行呢個方向㗎啦，但係我上網咧睇咗好多資料啦，其實我發現咧一直要爆卡咧，爆到超級有流量咧，基本上係要有10萬蚊以上先 OK 嘅。呢個數咧仲未包埋咧中甚平中阿龍呢個數嘅。咁我見有個觀眾講得幾好啦，佢本身講話我本身有打開比賽嘅資格，而我嚟香港咧係為咗做百萬 YouTuber， 所以其實咧我係冇必要咧專登花一嚿錢咧去俾錢爆卡開箱嘅，係啦。咁第3個方向咧就係食辣挑戰啦。咁其實食辣咧可能咧係我嘅終極目標嚟嘅，但係如果大家知道咧 keep 住拍食辣咧係需要你個胃有100% 咁健康，先至可以俾我咧繼續拍落去嘅。咁雖然啦，呢個係我嘅終極目標啦，但係我暫時咧係因為未養翻好胃呢個問題咧，而冇辦法去拍呢個食辣挑戰嘅。所以咧我就會用第4個方法，就係咧去食啲好味嘅辣啦。咁其實呢個方向咧喺25年3月，即係早幾日諗嘅。以前咧都係食辣，只不過咧而家更新成食好味辣。點解會有呢個諗法存在呢？咁就可能因為咧食辣嘅挑戰難度就比較高，所以我想拍辣又唔想制限個胃呢，所以咧就主動降低咗個門檻嘅。食辣嘅好處咧係唔需要任何傷胃嘅動作，我都可以拍到嘅。但唯獨是你需要咧整幾條片出嚟咧，俾觀眾即係你哋咧睇下啱唔啱睇。咁如果你哋啱睇嘅話咧，我就可以繼續拍食辣啦，令觀眾咧有一個開心嘅動作嘅。呢個系列咧就應該唔止做2年嘅，但係咧我想喺呢2年入邊，想繼續完成我成為百萬 YouTuber 嘅資格，即係100萬訂閱嘅資格。究竟大家將來會唔會繼續支持我呢？我都有睇過啦，你哋都想咧我拍翻食辣系列，可以推動翻個訂閱人數。其實我都好清晰㗎。將來咧，我有幾個系列嘅方向咧，一定可以幫助到我嘅。想透過不斷努力出片去吸引大家，其實咧就好牽涉到咧，我點樣出片先夠快，去做好個定位，點樣去靠 YouTube 咧去推廣我嘅事業咁樣啦。我覺得其實呢個選擇應該係最 make sense 嘅。同埋我睇翻啲比較擅長啲嘅嘢啦，睇翻呢個頻道華俊蛙春啦。其實咧，我都用咗7年嘅時間，都唔記得咗咧幾時開始有盈利啦。咁其實咧，我喺做呢個頻道之前咧，就喺馬介休度做緊幕前啦，做咗1年左右嘅。雖然咧就唔係呢個頻道啦，都試過咧喺 YouTube 上邊咧推廣自己嘅投資心得，半年內咧蝕咗10幾萬左右嘅。相信咧華經紀呢個袋咧諗翻咧係有啲驚嘅。可能聽到呢度，大家就會有個疑問，如果咧麥當勞唔出嘖嘖粉咧，咁大家點算呢？其實我就上網查過啦，如果我寫信去麥當勞呢樣嘢咧，其實嘖嘖粉咧係都可以留低嘅，佢會有3隻味啦，
最好味咧係紫菜味，唔接受反駁。大家買餐仲可以有啜粉，如果肯加3蚊，唔加大嘅話咧，基本上咧所有餐都可以叫嘅。大致上咧，我嘅頻道發展咧就係咁樣啦。咁而家咧就正式講大家感興趣嘅，就係我嘅財務狀況啦。咁其實都好多謝大家支持啦。我之前拍嘅收入片，我之前好似冇拍過。我1月嘅收入咧，大概係做到3餸飯自由嘅。咁而家2月份啦，其實我 YouTube 嘅收入咧，真係多謝大家支持。今個月咧，去食三哥咧都有嗌細土匪嘅。咁咧，其實而家差唔多咧係凍飲自由噶啦。但係其實你話要 cover 其他生活嘅費用啦，或者係頻道發展嘅話咧，其實就都仲遠遠未夠嘅。即係資金呢樣嘢咧，依然係我留港追夢嘅一大難題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就想開一個會員，希望俾到一個途徑咧，大家去支持我繼續留港創作。其實咧，我講呢番説話咧，都掙扎咗好耐嘅。點解咧？就係因為咧，我哋作為一個普通人，究竟憑咩開會員呢？係喎，憑咩呢？我最近都睇翻大家嘅留言啦，其實都發現可能就係因為正正我係一個普通人，我要追求自己嘅夢想，正正係因為呢樣嘢咧，就令到大家咧產生咗一個共鳴。好多人追夢啦，可能佢本身咧係有家底，又或者係有無限嘅資金啦，咁又或者咧佢喺現實裏邊咧已經係一個成功嘅人士啦，然之後咧就再追夢嘅。咁我哋作為一個普通人啦，但係有時咧，我哋都想追求自己嘅夢想咧，呢一樣嘢咧就會令到大家產生咗一種共鳴，去支持我咁樣咯。觀眾咧好多時候咧都係一啲有夢想、唔願意為現實低頭嘅人，好多時候都係移咗民啦，又或者係正喺度移民嘅人。我相信大家可能都希望有夢想嘅人可以實現到自己嘅理想，而我都希望咧，可以繼續喺呢個頻道裏面繼續去陪伴住大家一齊去追求夢想咁樣。咁究竟加入會員有啲乜嘢好處呢？咁首先第一樣嘢，當然最重心呢，就係更加方便每個月支持我留港創作。咁呢個呢，亦都係我開會員嘅核心原因啦。而第二樣嘢呢，就係提升呢個頻道嘅質素啦。咁我平時拍開箱啦，或者拍爆卡嘅時候呢，其實基本上呢，我都係開 OP11，所以呢，我都好想呢會有多少少嘅資金啦，可以去提升我嘅卡池。例如呢，去買一啲 Pokemon 卡之類啦，抽起上嚟呢就好易中多啲好嘢。咁而第二樣嘢呢，我都想去拍一啲新嘅題材，即係譬如啦，將來我想去開一啲啦，足球卡啦、籃球卡啦、百變小櫻 Magic 卡啦，去睇下咧佢哋會唔會有保底，同埋咧會唔會出到好卡嘅，咁啊再去分享俾大家啦。都會想拍一啲旅行 vlog啊，例如咧去啲偏遠啲嘅地方啦，例如係百慕達三角洲啦，或者係 B62星球啦等等。咁呢啲咧都係將來我會想去做嘅 topic 嚟嘅。咁但係做呢啲 topic 咧，機票同埋住宿咧都真係好金嘅，所以咧冇翻少少資金咧，我相信咧呢樣嘢係冇辦法好順利咁樣去做得到啦。咁而第三樣嘢都可以咧同我有更加多真實嘅互動啦。因為咧加入咗會員之後咧，我哋都打算咧會有一啲會員專屬嘅直播。大家就可以喺直播入邊咧問我問題嘅。其實呢樣嘢我好想喺會員入邊度實現嘅。咁等我講下我呢個會員福利啦。我呢個會員福利咧就冇盆栽嘅。咁擺耐咗會變色啦，就唔會有變化嘅。咁我制服咧都唔使換㗎啦，因為咧我仲有好多衫係未着嘅，同埋我計過㗎啦。如果要維持生活咧，或者係呢個頻道嘅發展咧，如果以第一級會員去計算咧，其實我計過咧，最少咧係要有115個會員加入嘅。
純粹因為我1月15號生日啫，嘅頻道數嘅0.2% 啊，其實我先營運到呢個頻道啊，同埋咧喺香港可以生活到啊。好多 YouTuber 講過，其實好多時候係少過1% 嘅人去加入會員嘅。我望下先，我而家頻道咧有15個會員，即係佔咗頻道嘅0.027%，我都會試㗎啦。大家中意嘅就加入會員支持下，就算冇人加入咧，我都會想盡辦法令到我喺香港繼續生存到。我真係好中意拍片，好中意出片俾大家睇。我成為百萬 YouTuber 咧，係靠我自己去實現，而你哋咧去同我一齊做見證嘅。OK， 好啦，咁今集咧就差唔多啦，我哋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，拜拜雞翼。